嗱，我喺呢度分享一樣，我先問一個問題：恩典，你認為咩叫做恩典？你話啦，隨便講啊，唔緊要啊，又唔係考試，又唔係咩？禮物，免費嘅禮物。免費嘅禮物，仲有咧。嗱呢件事係一個真事嚟嘅，我唔係古仔嚟嘅，因為我在場。一個姊妹去探一個弟兄，就唔止一個人幾個人。佢一入門嘅時候，就喺個 hallway 啫。佢一見到間屋，哇！神恩待嘅人，因為嗰間屋靚啊，神恩待嘅人。你同我會唔會咁樣諗咧？神恩待我嘅時候，神賜恩俾我嘅時候，係令我得到一些好嘢。同意啊嘛？有冇人反對啊？冇啊，個個都係。或者咁樣講，係得到一些你想要嘅嘢，咁啊更加清楚啲啦嚇。你想要嘅同埋你賜俾你，我都已經食到滯晒啦，你仲俾啲嘢我食唔到啦嘛嚇。想要嘅，我同你讀一次聖經，可能我哋對恩典有另外一個認識。你可以揀你嘅電話嘅一樣，你都有嘅。我呢個係和合本，哥林多前書15章，前書15章第10節。哥林多前書15章10節講咩嘢？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保羅真係冇錯，我哋都明白啊。保羅本來係反對教會嘅，好熱心嘅，去做咗好多損害教會嘅事，忽然之間大轉變。佢話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冇白賜俾佢，佢真係為主做好多工喎，真係。然之後後邊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，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。我就困難啦。喂，神恩待我嘅時候，我成為何等嘅人，所以我能夠講道，所以我能夠治病，所以我能夠行神蹟。No， 佢話所以我比眾使徒額外受苦，我受得苦多啲啊！保羅受好多苦，你就知我知啦嚇。嗰張單好長啊！哇，裏邊嘅、外面嘅、海盜嘅咩，信主嘅、不信主嘅，哇！淨係俾人揾石打，好似死咗咁，原來又未死，死唔去啊！受苦喎，佢話係主嘅恩喎。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？冇啊，我都冇諗過。直到我查經班我教呢章聖經，我先至睇到，哇！唔係我所想象嘅。我嘅想象，主如果恩待我，而家即刻病好返，搞掂，落聲可以唱歌。唔係喎，佢話呢個苦難係恩典嚟嘅。保羅受嘅恩多，所以佢受嘅苦多。喂，你會唔會話上帝請你唔好恩待我？所以我今日同你分享一節聖經，讓我哋重新認識，或者可以話從另外嘅一個角度去認識恩典。原來我哋受苦難係恩典。有人認識啊，但係認識嘅人付好大代價。你記得嘛？聖經話佢哋唔理約瑟嘅苦難受苦，然而到約瑟真係做咗宰相，佢嘅兄弟姊妹嚟揾佢，兄弟嚟揾佢嘅時候，佢話：是耶和華先派我嚟呢度，使到你哋可以活。佢受幾多苦啊？佢仲妙啊！佢因為冇犯罪，所以坐監啊。可能佢犯罪唔使坐監㗎。
你話唔係咩？佢因為拒絕犯罪，所以坐監。所以認識恩典，在我哋嘅想裏頭，如果我冇犯罪，上帝我唔應該坐監，應該佢坐。但係呢班侍奉神嘅人，佢有一種我哋想唔到㗎。所以今日好簡單，我同各位分享呢一節聖經，你翻去慢慢諗下，你思考下，哎呀，恩典苦難恩典，好，到此。